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3月1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外卖员的社保。前一阵子京东和美团纷纷说要给外卖员上社保，这个事情也引起大家的关注。后来我记得京东说他要把外卖员把骑手的个人要交的社保也由京东承担。我发现还引起争议，有一个专家还建议京东拉出一个名单，你给哪些骑手承担了个人要交的社保，也就是你一共承担了多少，你不要承担个5个人，你做宣传变成一个引流工具，变成一个自我这种宣传的一种手法。也就是说，你京东给那个骑手承担个人部分，这是值得赞扬，但是你一共承担了多少，就这意思。不管怎么说，给骑手上社保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骑手这个群体一非常大，二它成为某些行业35岁以后的一个蓄水池，一个接力站，很多码农，很多打工人，很多白领35岁以后被裁，根本找不到工作，被迫去送外卖开晚宴。如果这些工作都能解决社保，那这些人的压力相对来说就小得多，毕竟多了一份保障。但是钱一共只有那么多，骑手的社保总要涉及到谁买单的问题。骑手的工资本身就不高，买完单之后难以为继，连日子都过不下去，很多骑手不愿意买单，他眼下的日子就过不去，你让他为未来谋划，这显然也比较难。企业买单，企业的压力可想而知，不是一句话的事。今天南方周末刊登一篇文章，叫1000万骑手的社保谁来买单。这个你看说的就是事实，就是现实问题。多位骑手表示自己需要工伤保险，不太需要失业保险。尽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出3种劳动关系，但纳税、社保缴纳仍沿用传统的2类劳动关系。给骑手缴社保，最终成本最终会由链条上的各方分摊，消费者、商家、骑手、配送服务商以及平台。但是文章说，社保一词在2月19日这一天砸向了温荣昌手机的骑手群里，水花四溅。在2025年春节后的这个周三，京东、美团先后宣布将为旗下全职或稳定兼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第二天，饿了么也表示将与生态伙伴一起按计划在部分城市试点为蓝骑士缴纳社保。京东进军外卖的第一颗棋子落在了骑手社保，直击行业隐痛，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再度回到聚光灯下。这个主人公叫温荣昌，24岁，佛山人，做美团骑手4年了。他每天跑将近12小时，能跑完70-80单，每月全勤月收入能有1.2万元。那他这个收入还不错。得知平台要给全职骑手缴社保了，他是乐意的。在家人的建议下，他自工作以来就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己缴纳社保，主要是医疗和养老，每月1200元。平台能出一半的话，总比没有好。2025年1月，新华社报道，中国外卖骑手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人。截止到2023年，饿了么公布活跃骑手数量超过400万，美团骑手数量745万，合计超过1100万人。这个数字甚至高过了海南全省的常住人口数，2-3家公司负担1000多万人的社保，这听上去像是天文数字。不过目前他们承诺的人数远没有这么多。美团将缴纳社保的骑手定义为全职或稳定兼职，京东定义为全职，饿了么未明确给出骑手特征，只说已在部分城市试点缴纳社保，目前还没有平台公布缴纳社保的骑手规模。这就是我刚开始说的，这个专家说你最好公布一下你一共交了多少人。根据美团研究院公布的数据，2023年美团745万骑手中，高频接单骑手全年接单在260天以上的占总人数的11%，约82万人，他们有可能符合全职或稳定兼职的定义。这意味着行业中大约有11%的骑手符合社保缴纳资格，超过120万人。这个也能理解，你不能说在个 APP 上注册一下我是骑手，我1个月送2天，剩下28天休息，你让人给你交社保，这显然也有问题。目前各省社保缴纳基数下限4000到7000之间，若以中间值5500为基数计算，企业承担的缴费比例约为27%，个人为10%。那么企业每个月给骑手最低缴纳社保费用1500元，个人要交600元。有很多人就是不愿意个人要交这600，
实际上你个人交600，单位给你交1500，你说谁更不乐意？照此计算，120万骑手一年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216亿元。作为参照，2023年一家头部外卖平台的年利润约232亿元，也就是实际上这个头部外卖平台就是美团了。如果美团要实打实的真的给骑手交社保，那基本上他就没有利润，就要全赔。这还只是给120万骑手交社保，咱们的骑手注册的有1000多万，所以南方周末说平台为骑手交社保，听上去很好，实际上承担得起吗？你看这就是个问题了。说京东走了来时路，说京东是外卖市场的一条鲶鱼。2月11日，京东宣布进军外卖，5月1日前入驻的商家全年免佣金，但仅限堂食餐厅和品牌连锁。这什么意思呢？也是尽量避免那些什么脏乱差的地方，专门为外卖而生的那些餐饮店，保证这个京东外卖的品质。说8天后，京东宣布为骑手缴社保，又过了9天，京东宣布已与首批京东外卖骑手签署正式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五险一金，表示将为骑手缴纳社保的个人部分。其实一开始饿了么和美团也这么做过，也就是京东做的这个人家以前也做过，那为什么现在答案不一样了呢？说饿了么成立于2008年，起初做校园市场，骑手是招聘的，这点我要说一下。饿了么是2008年成立，那还早，让他真正的在北京推广。饿了么好像是上海哪个大学，复旦还是什么学校，在那儿先搞起来的，这个我是有印象。后来他到北京中关村那儿推广，中关村的附近清华北大很多大学海淀那边推广，正好那个时候我也在做本地生活创业。为什么说2008年还比较早？大家知道2008年还没有智能机，还不普及，甚至都没有，那个时候还是电脑，你在电脑上点外卖，大家想象一下。所以说饿了么真正的推广是在大概2012年，也就是他搞了3-4年以后，13年在北京开始地推。因为我们创业也要地推，所以天天都看到饿了么在大街小巷做宣传。那个时候美团还没有做外卖啊，这是题外话。饿了么刚开始骑手是招聘的，你看美团外卖2013年年底上线，业务调整到白领市场，扩大了规模。美团核心本地商业 CEO 王普忠曾在采访中介绍，这正是美团能在2016年底反超饿了么，实现后来居上的基础。2016年那个时候智能手机已经很普及了。这个加入美团之前呢，王普忠是百度外卖产品负责人，也是做外卖同城配送的坚定执行者。百度外卖正是依靠自建配送队伍和智能派单系统，在白领市场站稳了脚跟。美团的派单系统是参照网约车平台的抢单系统做的，这套系统的出现也为平台发展配送众包埋下伏笔。外卖平台中，饿了么是最早做众包的。2015年6月，获得大笔融资的饿了么搭建蜂鸟配送系统，并升级为开放配送平台，吸引第三方物流商入驻。众包模式下，骑手通过平台接单，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骑手由外包的人力资源公司管理。通过众包模式，外卖平台将骑手的劳动关系推了出去，骑手队伍才得以几何级扩大。广州同心科技创始人刘峰2012年进入本地生活领域，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起初美团跟京东一样，都是自己招募骑手，后来发现业务拓展太慢，才开始在全国招加盟商。美团把配送费通过奖励机制分到加盟商，再由加盟商发给骑手，效果也很明显。美团上线众包业务1周后，众包日订单突破10万，2015年底日订单达到300万。2017年，美团有了2.5亿名用户，活跃骑手超过50万名。2024年12月，中国网上外卖用户已达5.92亿人，占整个网民数的一半。点外卖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京东入局选择的是2家巨头的起步之路，不过它似乎天然与做大是冲突的。也就是京东这么干，实际上是在走人家的老路。京东如果想在外卖这儿有所成就，想做大，恐怕也不得不采取众包模式。如果靠他自己招聘，那这个规模很难快速扩大，第二个服务质量很难保证。有人就说了，那京东物流那不是京东自己的吗？签的协议，固定职工，有固定的劳动关系，就是京东快递，这个我有发言权。
啊，做本地生活和这种快递那是两个概念。你虽然都是送东西，京东快递它都是从站点往下分发，从大的仓往小的仓，小的仓到站点，再到千家万户。这和外卖从一个地方取东西送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两件事，看上去都是跑腿。有很多人恐怕还以为京东快递它也能够送外卖。这个京东物流跟快递员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这个完全有可能，这个能操作，他就是正式职工。快递员每天早上8点到站点去报到，去领他的货，一天送2趟，他从那个站点一出来，一车东西送完，再回来再送一车，差不多这样。每一个快递员都有自己的业务服务的区域和服务的路线，但是这个外卖就很难做到。当然，因为快递员人数众多，所以它人力成本开支也是非常高的。京东2024年3季报显示，它的快递相关的就物流相关的员工薪酬福利开支146亿元，似乎还能控制。外卖员与快递员的数量级不同。财报显示，截至2024年中旬，京东物流有近34万名自有配送操作人员，这一人数规模远低于外卖行业。养老保险最起码交够15年，他们外卖能干20年吗？上海某高校快递站的一位京东快递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入职京东，但属于劳务派遣人员，京东将工资给到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再发给他，劳务公司给他买的社保，每个月个人承担部分要扣900多元。目前京东在外卖业务上采用的也是众包模式。京东秒送客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外卖骑手全部都是达达骑手，达达集团拥有骑手130万名，承包京东到家配送任务。南方周末又以求职者身份向上海某地达达秒送驻店站长咨询，对方要求全职，目前还没有社保。这个南方周末说，劳动关系的套娃就是套一层劳动关系。他说，上市推动了美团彻底构建新的劳动关系。2018年6月，美团向香港证交所递交上市申请。根据晚点报道，美团在2018年4月悄悄启动变革，将配送直营全部加盟商化，甩掉了最后的包袱。这意味着平台不再为骑手承担雇佣关系下的人力成本，如社保等福利，只需支付配送费、配送激励或补贴。也就是美团和他的骑手彻底划清界限。你这些骑手虽然穿着衣服上面写着美团，但你跟美团没有什么劳动关系。赵古书介绍说，美团与商家的配送安排有专送和快送两种模式，专送骑手为配送合作商的全职员工或合同工，快送骑手为配送合作商的非全职合同工。美团并未与专送或快送骑手订立雇佣协议，也就是美团他把他某个区域的业务承包给他的加盟商。你看看，加盟商跟美团是合作关系，加盟商你去招人，你去要么招人专职，要么招兼职的，你跟加盟商骑手跟加盟商之间才有劳动关系。2015年到2017年，骑手成本占美团餐饮外卖收入分别为158%、96.9% 和87%。2019年降至74.8%。同时，骑手配送网络增长迅速。2015年，美团日均活跃骑手1.4万人，2017年达到了53万人。正因为劳动模式的变化，它才得以实现骑手越来越多，成本占比却越来越少。说不仅是美团，其他外卖或众包物流平台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做出了甩包袱的决定。2021年，北京志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通过检索自外卖平台出现以来与骑手认定有劳动关系的相关判决，总结出10年间外卖平台8种用工模式。也在咱们普通人看来，不就是个骑手吗？取东西送东西，居然跟平台之间产生8种劳动模式。你传统模式，餐馆雇佣外卖员，外卖平台雇佣骑手，外卖平台通过劳务派遣雇佣骑手，众包模式，平台招募众包骑手，平台通过众包服务公司招募骑手，专送模式，平台通过配送商招募专送骑手，网络状外包，专送骑手被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从1对1的签约模式演化出了多层分包关系，逐渐脱离了现有的劳动法的规制，骑手的劳动保障权益也被掩埋在复杂的劳动关系之下。在面临劳动纠纷或工伤认定时，他们往往难以找到明确的对象主张自身权益。采访
访中发现啊，说骑手极少关心自己签了什么合同，也很少关注签约的甲方是谁。有的骑手能在 APP 查到合同，却无法点开，谁会在乎这个？钱没少就行。一位骑手说啊，一位离职1年多的专送骑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在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时才得知自己签署的是自由职业者合作协议，签约方是广西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协议要求入职者承诺与甲方公司不存在法律和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你说说，为了规避风险，你骑手签协议的时候，你的承诺，你跟美团，你跟饿了么没有劳动关系，让你再手抄一片，让你发誓。那你说骑手出了事情，你还找美团找饿了么吗？你找得着吗？刘峰没有成为美团配送加盟商，而成为了配送加盟商的合作方，在广州为外卖平台的配送加盟商站点提供骑手招募、骑手管理、骑手住宿、电车租赁以及发薪等工作，也就是专门给骑手给配送加盟商做后勤服务。你看看现在分工这么详细，相当于配送加盟商将人事和行政工作再外包给我们。你看看一层层外包。刘峰说以往他经手入职的骑手都是跟配送加盟商签订劳动合同，比起社保福利，骑手更关注的是能否稳定接单，单价会不会降低，效率会不会要求更高等问题。说这一过程中，平台、服务配送商、灵活就业群体及平台通过灵活的用工模式降低运营成本，实现快速扩张，零工群体则获得了相对自由、收入与付出成正比的工作机会。南方周末专门来拆解五险一金，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就是五险一金是什么东西。说社保常被概括为五险一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目前各地缴纳比例有所差异，大致是养老保险企业负担 20%， 个人 8%， 医疗保险企业 6%， 个人 2%， 失业保险企业 0.8%， 个人 0.2%， 工伤保险企业 0.2%， 个人不交。其中企业负担的部分进入国家统筹账户，企业为你交的这个钱是为你交的，但是这个钱是交到国家大池子里面混到一起去了，当然也可能混到你们各个省大池子，对你来说你只是交了，企业为你交了。个人部分是进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是登记在你的名下的，你个人交的永远登记在你个人名下。那么你要从广东，你说我在广东交的，我现在回青海了，你的个人部分是可以跟着你转到青海的。社保的跨区统筹接续转移也是个人账户，你交到那个国家统筹账户的那部分，你说我把这个拿了，我要从广东带到青海，没那回事，只有个人账户的。当然我觉得很多人根本就不懂什么企业交的、个人交的，他区分不了。你的要交社保的工资，比如说是5000，那企业就要交将近 30%， 也就是1500，企业额外拿1500交到这个国家统筹账户，你个人大概交600，交到你个人账户。南方周末在采访的时候说，多位骑手表示，这里面有部分自己并不需要，根据这个行业性质、工作的特点还真不一样。你比如说骑手，那骑手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工伤保险吧，因为骑着电瓶车横冲直撞的，很容易受伤。你至于什么生育险，还医疗保险，也很多骑手认为我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身体好得很，不会生病，我为啥交这个呢？也就是说这个每个人还诉求不一样，侧重点还不一样。在广州的美团乐跑骑手易之飞说，来自湖北宜昌，做骑手6年，现为众包中的稳定兼职骑手，他也是队长，团队的骑手日均能跑50单，月收入可达8000元。他说不休息的话，1万块是可以跑到的。易之飞和妻子、孩子生活在广州，每月房租1400元，奶粉、尿不湿是大头支出，存不下多少钱。对于平台缴纳社保，他与队员们讨论过，一些家在广东的骑手愿意较高，就是意愿比较高，外省骑手则担心社保异地接续和收入降低的问题。他自己可能选择不买，因为在老家买了新农合，且计划等孩子读书后回老家生活。站长张杰管理着100多人的站点，他是湖南永州人，早年创业失败，欠下债务，跑到广州跑单还债。身为站长后，他与配送加盟商签了正式劳动合同，公
公司为他买了社保，未来他计划在广州养老。他的站点大部分是年轻骑手，对社保概念模糊，有的把送外卖当过渡，找到合适工作就会离开。30到35岁的骑手大多有家庭负担，只想多挣钱，买社保意愿不强，反而年纪大些的会愿意。说五险中失业保险是骑手们需求最低的一项，他说做这一行没太考虑过失业，除非自己不想跑了。你说的都是实情，干骑手了你还给人上个失业保险。受访骑手普遍希望平台买社保时给予骑手自主选择的权利。实际上说来说去就是谁来负担这个成本。刚才已经算了一笔大账，你只给120万骑手交社保，每年就要216亿，这个已经是美团、饿了么他们的利润，一年利润都到不了这个数。京东他现在搞，他要为骑手交社保，这是好事，但是让人又怀疑他是跟美团、饿了么当年搞的是一样，你最终恐怕还走到中包这个老路上。专家怀疑京东你又在玩文字游戏，说给京东的骑手都交社保，但是也严格限定你什么样的人才叫京东骑手，这个符合标准的一共不到100人，那你这个有什么意义？有这样的疑问，这样的声音。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不仅有成本支付的问题，还有一个宣传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社保目前不够完善，这几个问题交织在一起让人心累，所以有很多骑手他就不想交社保。比如第一个问题，因为骑手他的收入并不高也不稳定，比如说他一个月5000的话，他就要交600，你说这600多吧，好像也不多，但少吧确实也不少，你每个月的收入的12%交了，当然这个钱还是你的，是个人账户，但是对于骑手来说，他现在当下他就要花钱，他等不到什么20年以后退休了再花这个钱。他有很多人他确实脑子是糊涂的，他认为个人交的部分就没了，个人交的部分你退休了他会按年给你发退休金，你这部分会每年扣，你个人部分从你个人账户拿出一部分，然后你当地的社保统筹账户拿一部分给你发退休金，一直到发完为止还要发，那就看你活多长了。有的人老说自己命短，什么就根本坚持不到退休就死了，那你的个人账户的钱也是你的，你的儿子你的亲属可以把它领出来，个人交的部分永远是你的，那就相当于一个叫什么强制的存款，只有到退休以后才能取，当然了不是说一次性取出来，你除非身故，但是现实是很多骑手因为收入低，对吧，他这600块钱他更需要。这是第二个，现在社保的这种转移确实让人云里雾里的，因为大部分人打工比如外卖都是穷地方人，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人跑到相对发达的地方去送外卖，因为这样收入才高，跑到上海、广州，但是他们退休也不在那儿退休，在老家退休，他们就担心我这退休我在这交不白交了吗？所以这些宣传的不到位，加上社保本身恐怕各个地方参差不齐，你看，所以导致这个大家对社保这还是有误解。我看还有专家居然质疑是社保需要骑手还是骑手需要社保，能发出这样疑问的人差不多也算是唯恐天下不乱了。这个社保是咱们现在为数不多的叫普惠型的这种福利，也就是韭菜好不容易你有一个抱团取暖的这么一个机会，你自己要放弃那也没办法，你现在大家苦口婆心的建议你交，劝你交，这些平台大发叫慈悲，大发善心，他要求众包加盟商交，加盟商就被迫要求这个他来交，但是有很多骑手因为认知上的问题，他就是不交，等到他退休的时候，他开始哭喊我没有退休金，我的退休金只有150，那你说你赖谁，对吧？现在的农民养老金只有150，那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历史原因导致的，没办法，我们而且不是一个农民，这农民都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想办法由国家来把这一课补上。但是你说等到30年以后，你这些外卖骑手退休，你没有退休金，你能赖谁呢？所以说我一直主张，就只要你还有钱，那尽量要交，除非你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那当然要活当下。第二个问题就是成本的问题，无论是骑手个人承担的部分，还是企业承担的部分，实际上都太高。如果在这儿能合理一点，给他们降一降，那不是皆大欢喜吗？人都已经混到去送外卖了，为什么把他们的社保、医疗这些还要按那个算法呢？也就是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为什么胡一进老师这样的高高在上的也是按企业20%，什么个人8%这么交，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个档次分一下？因为骑手本来收入就低，靠一单2块钱攒起来的，对他们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企业只用交10%，个人交4%，那人挪活，树挪死，这样你看企业的成本是不是大幅度下降？这样企业干起这个事情来，他就愿意，不至于因为给那个骑手交了社保，企业就要倒闭。如果这平台倒闭了，你连骑手连送外卖的工作都没有，企业和个人都少交了，那这个社保里面亏空怎么办？那就大头弥补一下。我们不是没有钱，我们是第2大经济体，我们是分配不均，大部分财富在大头那儿，这个时候大头也应该多承担
单一些。这个才是根本问题。南方周末他不讲，这个也是很多不愿意交社保的这些人他想不明白的地方。社保还是要交的，但是说社保里面的不公平的现象一样也要解决。你不能因为社保里面有不公平的现象，好，你社保就不交，这叫因噎废食。这个道理比较简单。很多人因为自己对社保有明显的偏见，自己认知不到位，不知道在哪儿得着只言片语，比较敌视仇视社保，就是这么唯一的一个算是普惠型的这种福利，他居然还要仇视。我每次都要重复一下，如果你说你要移民，那你就别考虑了这个什么社保，你就别交。如果你没有移民的计划，你最好有条件都要交，你也不用操心什么社保以后发不了了，这都不是你操心的事，对吧？社保发不了，那不有人比你更操心吗？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